2014年代将组成的音乐团体 iColor 主要创作行业专辑，今年歌推出新的作品《讲讲》，透过10条客家歌，同大家来探索有关客家的美丽人事物。有两天，Kim 韩国编曲人戴勇，2010年代将成立乐团 iColor， 21年来是参加为一度客家流行音乐比赛、韩国音乐表演，沿将客家文化加入为一度创意，带来更丰富、更新鲜的感觉。我觉得我应该是说我走在这条路上，但是我一直有把东西加进来，尝试看看怎么样才是最好的。我们的东西是感觉是比较多样式啦，常常用一些很生活化的口语入歌。从一条对上摆杜峰带来的灵感，会有客家特色的草鸟，每条歌位就会一个食谱，提起讲自家自己看妈妈用来的煮草鸟。其实我在写歌词的过程，我还会问他，就是是不是这样炒？亚良的后生人希望用自家一个时代的国土，来表现客家的流行音乐。从喺大家过舒适的客家歌谣，成为安讲，就跟旋律改变到更强快。从安尼老歌位加到为现代的创作，一道当中都有归层的印象。至少凋零前，沿着几行回响。天公啊，落水哟。从亚摆新专辑当中的天公落水，就是此等安尼做出来的。Kim 就用自家做智能治疗师的经验，写入的失智症老人家的故事。系讲伊个老人家听到天公落水一条传统歌尾，就免起归三条的老条摆。让这个时代有自己的一个这样天公落水可以听，然后让很多非客籍的朋友他也可以接受度比较高，然后他可能也会哼上几句。因为这毕竟大家都是耳熟能详，因为传唱这么多年下来，合在一起，那它的不管是它的风味啊，它的那个时空背景，或者是它使用的乐器上面，其实都会不一样。对，那我就是在这2个方面斟酌，我要怎么把它这样弄在一起。专辑杜峰搭条歌尾，如符应等讲一个主题，结合为安那位人事物，包含理想、美食、爱情、亲情，还有阿卡贝拉，为在殿堂中来了解客家文化有几等真呢？沿行过用心，爱将国乐的乐器同传统的客家音乐元素，从喺平板上高一道，去考为表演歌尾杜峰。希望大家做在听听歌曲，像係坐等時光機，來看傳統韓國現代會發展出很多物嘅，對感受無相同嘅音樂風情。客家新聞總書記陳欣怡特別報道。